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成功3月起报案2回查某囡仔3月初7伫澳门过身，事件到达超过1个月，民代要求成立调查小组，赶紧对外来解说。针对过路人的安全，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受罚予人死亡也是重伤，上济罚到3万6，而且吊销驾照4个月内袂当搁再考试。罗西亚总统普林3月12日请分钟头一届出现伫库斯克地区，也那美国总统 Trump 是表示，今嘛当咧讨论陆欧停战30天的协议。先来关心的是最近的针对这个中国利用网红来传播统战言论，甚至咱的国军阁表出强烈行动，也阁有台湾人申请中国身份证的证据。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来开国安会议，伫下晡1点半发表谈话，咱做伙来听。中国也将两岸交流视为对台统战的管道，在台湾内部区隔敌我，分化台湾内部。削弱敌我意识，并意图架空政府公权力，塑造中国已经在台湾治理的假象。这样的中国，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我们没有选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这也是我今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的目的，是我们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强化我们的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台湾当前所面对的5大国安及统战威胁，以及17项因应策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在因应中国对国军的渗透及间谍活动之威胁方面，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与检调司法机关共同协力，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立敌、泄密、废除职务、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未来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之军事犯罪案例，将交由军事法院审判。为有效遏制现役及退役军人各种严重打击国军士气的争议言行，国防部需严明在陆海空军刑法增订对敌人效忠表示之处罚，并修正对于领取、退出、给予人员之相关规范，以有效维护军队的纪律。面对中国这款即马有愈来愈侪侵害台湾国安的手段，咱赖总统是表示讲，中国是境外敌对的势力。伊嘛强调，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反对互中国借去。赖总统也来提出17项因应的策略，包括着加强国际友盟的合作，传达台湾反中共的共识，恢复军法的审判，也有加强清查中国身份证件等等，对内甲对外拢展现守护主权的决心。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台中市成功3月的起报案，这个2岁生的查某囡仔，顶个月因为重伤脑死，转去到澳门来治疗，也毋过其实呢，这状况一直拢无介偌稳定。这澳门的政府透早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伫3月初7已经过身。起报案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个月的时间，民代是真受气，因为呢，这事故的原因到今拢也未理清楚，所以要求赶紧来成立调查小组，对外来解说。
新光三越台中中港店起爆案件拄满1个月，13半暝传出不幸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电话防网站宣布，起爆事件内面着伤的2岁澳门查某囡仔，初7伫咧病院别死。和这桩事故死亡人数来到5个人。新光三越针对这件代志表示遗憾，也向家属来致以慰问。不过代志发生到达超过30天了，市政府和检方也是无法度理清代志原因。事情总是要追根究底啊，对啊，你总是要把事情的原因、发生的原因、成因，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都要厘清那个责任。台中市政府10日第2回进行新光三越案专案报告，机关批评根据着火灾调查鉴定作业要领规定，火灾了后10多天就要提出着火调报告，必要时会当延长到30天。不过，这专案报告内面拢无讲到火调进度要安怎对民众交代。在这个专案报告里面，连一句话有关火调报告的办理进度的字眼都看不到。有非常多的报告呢，在这边是不提供的。台中市议会必须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来去提点，甚至应该要求市府改进他们对于公安意外的态度。也若台中重大公安意外一直发生，为着卖互市政府闪过监督，有机关要求成立市议会公安意外事件调查小组，才一直咧市议会受支持来通过。消防局表示讲，目前相关的证物等咧消防署也有刑事监视中心监检，新事情的部分按算伫3月底公开。这5项证物如果建立回来，我们会把这个资料收集好以后，会连同检察官的指示一起来做一个呈报的，把这个火灾检验报告书做一个说明。这样。台中地检署强调，起爆现场规模真大而且复杂，目前已经讯问33个证人，也无人转做被告，会赶紧来厘清责任。专案会向过去DC顶侪方向来做侦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家人王大陆涉嫌伪造就医证明要来闪做兵，后来呢又搁涉嫌使人伤害罪后侦办，落尾呢是以500万来交保，因为伊是要互人羁押，所以呢今仔日王大陆也照规定早起去到台北车头，甲其他的阿兵哥集合，要去到成功岭来做兵啊。王大陆今仔日早起差不多要9点的时阵，出现伫台北车头，甲其他共体的阿兵哥做伙坐火车去成功岭来报道。预计是会进行26天的基础的训练，伫新训了后就会分发。若是照咱国的规定，这王大陆是爱去做1冬的兵。疫情时是强调讲，这王大陆无特殊的款待，所以会照正常的规定来加以训练。另外要来关心的就是永英高教基伫今年2月的时阵呢，因为发动机失效跌入去海里，昨已经有获到这飞行机的残骸甲乌鸭仔。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讲，会针对人员、机械也有环境的因素去甲调查原因。另外呢，这永英高教机的交会是有去查到有7项甲人买的这个系统是延迟交会，中科院是来启动国内的制作，希望会当量早完成交会。永英高教机顶个月落落海失事，飞官跳伞，互人救起来。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10日下晡已经估到永英的前机身残骸，包含关键的乌鸭仔，会赶紧解释叛徒。为人为因素、机械、环境，要查清楚失事的原因。毋过，这台落落海的永英，去年5月才开始飞，服役较无1年，就去拄到双发动机失效落落海，真罕见。调查立委也关心失事进程的维修记录，是毋是有过？飞行的时速还相当的短，那双发动机如果让确认同时失效的话，这也确实比较罕见。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样的一个，所以黑盒子现在已经打捞上来，我们要确实的去查明这个肇事的原因。这个之前的记录来看是没有问题，还是要由专案这个人员在专案小组来做最后的一个报告。高官针对永英发动机失效落落海，验出4类12项因素。若是安尼，永英阁面临交机延误，汉翔负责生产66台永英，到2月底应该到47台，敢若到43台，慢到4台。交机延误的原因是汉翔有7项外高系统件无法度准时交货。对这件代志，中科院启动国内家己制造部分系统件的备案。7项里面的3项
这是我们最能够解决问题的部分，我们先优先解决。当然，整个部分能够国际国造，这绝对是我们跟空军一样的立场。用英复归了后，采取新训练教官加训练学员，确保战力无受影响。另外，针对于美方希望台湾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10%，行政院窦英台表示，现阶段无可能。高立雄也做出回应。我们赖总统提出了 GDP 3%这样的目标之后呢，华府是肯定的。陆军137里有官兵手机拍无去，互人转袂去中国。意外互国军 MDM 系统操演相片公开，引起泄露秘密的疑虑。高立雄强调 ，MDM 发挥功能，阻止机密外流，流出去的相片嘛无牵涉到机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南仔溪产业园区的台积电工厂呢，最近是当咧灌浆，所以逐天有上百台南仔空车安尼出入入。这附近拢是防备线，这路也真歹行，互当地居民拢真怨叹。即马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已经限制这公停车出入的动线甲时间，也会来加强管理。交道不能停留。他们这边危险就是这样啊。南仔空车一台接一台，准备要通过滨高道入去工地路了。虽然边有二高地管制，不过三不五时也是出现大车踏伫铁基路顶的危险画面。台积电批山厂区当咧进行灌浆作业，最近从南仔空车的出入口改来东门。不过这条高南公路巷啊，双边拢是一线道，这么细条的路，一天24点钟拢有动车在出入入。那路边够害了，隆隆叫车声甲夜夜飞土粉啊，和边的居民是真无奈。没有一点是好的嘛，空气也不好嘛，噪音嘛。啊，对啊，没有啊，交通也是不好，很吵很黑啊。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因为你就住在这边呢。因为他要建设的话，你就是没办法嘛，你就是要忍耐，那怎么办？你怎么反应，他也是这样子而已啦。咱实际伫现场甲看，大车的链啊，拢会先用水洗过，嘛有水车甲洗路的车伫边仔等，只要路面变大，就随压水。不过可能是大车真正伤济啊，就算是有咧做，效果嘛无介好，也要有骑有多摆的民众累残。高雄市府表示，无论是交通也是环境的问题，因拢有咧监控，要求厂商爱处理好势。园区亦成立专责环境管理单位，定期派员检视施工道路路面，若有因施工运输造成路面破坏情形，将紧速修复。采地建相关工程车辆在申请道路通行证时，皆会限定行驶动线与行驶时段，以减少对道路冲击。交通局表示，为着卖个厂区的车辆、甲市区车辆来修这道路，因有规划要甲高南公路1003项捆跨，串联国道1号的连接道路，未来厂区的车辆会当直接上国道，减少地方塞车的问题。记者柯家如柯昭勇高雄场报道。我讲到这台积电呢，因进前有宣布要来投资美国抢1000亿美金，这外界呢是真关心，敢会影响到咱台票的汇率的。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表示讲，这央行呢捌找过台积电来讨论，这1000亿美金呢，要做一个伫咧第一时间来到安尼甲汇出去。若讲到这敢会引起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杨金龙是认为讲无一定，因为咱台湾的企业拢真灵活。央行总裁杨金龙13到立法院进行报告，立委关心台积电增加美国的投资，总金额达到1650亿美金，央行事先是不是知影？这个我不知道，它会经过外汇市场，那这外汇市场我们会知道。这个它的1000亿呢，也不会就是说是在1年之内就1000亿，不会。杨金龙表示，央行外汇局捌甲台积电财务部门联络过，外汇局局长回应，台积电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未冲击新台币的汇率，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当年营收增加，美金收入也会增加，有够因应对外投资。过来就是这笔金额未伫短时间内汇出去，而且台积电可能发行美金的债券筹措资金。有立委进一步询问，台积电去美国投资，敢会带动台湾规管企业拢刷去美国？杨金龙是认为无一定，因为企业会计算另外运用。但是股市方面，杨金龙认为川普的行情已经降温了。我们也受到冲击，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呢，是稍微是恢复到它9月份那个时候是一直冲高嘛，那现在是回档，所以也就是说恢复到9月
以前的那个水准啦。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呢，如果说是下修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连带影响到我们，会受到影响。另外，后礼拜四就要开今年第一季理监事会议，国内利率敢会调整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目前物价也算平稳，总共4月起定价，对 CPI 起价虽然有影响，但过幅度无大。除非是 CPI 年增率降到1.5%以下，才有机会降低利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有一间国中传出霸凌的事件，有几位查某学生呢，因为不满另外一个查某学生哪像伫个外口黑白讲话，所以竟然甲这个学生呢带去到便所甲拍，也因为这个霸凌的过程，互人甲翕落来，佮传去哩办理的群组，即马学校已经介入调查。这件高中生霸凌同学的事件是发生在初十下昼，花莲市某高中2名女学生因为怀疑另外一位女同学伫校外乱讲话，就将被害人带到查某便所教训过程中，除了拍伊的头甲巴肚，还佫用针物件吐伊的头，互伊惊甲唔敢讲话。下课的时候，就是孩子约另外一个孩子到厕所去讨论这个事情了。那讨论到后来就是动手起来了，就是被行为人的家长讲到他的轻微的挫伤跟淤青这样。因为霸凌过程也互翕落来，佮上传班级群组，学校第一时间发现，随介入甲调查。除了依照规定通报教育处，也侪双方家长同齐进行会谈，主要加害学生由家长带回管教5日，被害同学也伫厝休养，双方拢爱锁定学习。那这件事情学校已经受理，然后现在正在调查，所以我们会视最后的调查结果做一个相对应的处分。然后，学生的部分也会做一个妥善的辅导。根据学校调查，目前主要加害行为人有2位，其他也佫有3、4个学生伫边仔看。学校虽然已经依照终点会期，也毋过被害家长真生气，要求学校爱害互囝儿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个姓李的戏剧老师呢，因为性侵学生，互人压坑，即马已经将4人加改骗。公民团体甲立委呢是指控伊竟然阁受到邀请去参加客家电视台的节目编排，甚至呢阁互学生去到因兜来排练。针对这个问题，文化部是来强调讲会来追究剧团的补助款，也那客委会也要求客家台追查到底。容容加害者就是封杀被害者。大小法口号，要涉及性侵学生的人，唔通搁就机会锁掉学生。公民团体伫立委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控诉姓李戏剧名师过去服务戏剧学院，长期性侵学生，现况了后遭到终身改聘。伊说受邀请参加客家电视台的节目编排，甚至互学生去一大所在排练，互学生陷入危险。申请的补助文件里头呢，我们如何能够明确的知道说，一些已经登记在案的人，他不应该可以在这个申请补助的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当的身份？这样我们就会认为，就是文化主管机关显然缺乏一个足够的积极性，从机制跟结构里面去进行检讨跟改正。因为港会顶日才针对姓李名师的案。纠正教育部戏剧学院，立委要求文化部等单位将专案追查清楚，佮要求研讨以契约向相关人员讨赔追回补助款。发生性平的事件，当然会追回他的款项，这个都没有问题，也不只是。补助申请的单位，那包含评审啊，整个就是这个机制都包含在内，更完整、更绵密来阻断受害的情形再次发生。这部分客委会的立场也是一样的。对此，客家代表示会调查清楚专案，也会继续关心参与演出的学生。合约的条文里面，看能不能更具体的落实，希望未来不要再有类似的。疑虑。立委要求成立建立跨机关的局处机制，对申请补助的单位列入未来未当补助的名单，佮建立相关资料库会议，以防类似的案件佮一再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这个统计呢，去年全台湾有366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来死亡。部长陈世凯就表示讲，其实伫个斑马线后车弄就是国体，所以会修法来加重处罚。互过路人死亡也是重伤，上济是罚到3万6，而且会吊销驾照，4、5年内袂当搁再考试。
过路人替线行伫斑马线行到一半，后地就要转弯，开始就用走的，马上互冲出来机车弄倒。过路人事故一直发生，交通部咧修法、搁重罚，无让过路人造成轻伤，由即卖7200块提悬到800，重伤或者死亡，全部用罚款上限36000，3个月内修正在法基准了后，就应发布实施。另外，造成过路人轻伤吊扣驾照，由即卖1年改做上悬2年，互人重伤或者死亡，目前吊销驾照3年免国考，研究提悬到4到5年。在行川线跟斑马线上面被车撞到，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国耻。我们这一次修法的重点很精准哈，就是我们是针对你已经撞伤人，或者是你已经撞死人的这个罚则。好，我觉得当然啦哈，驾驶人会觉得希望要开快一点。但是在行川线上真的不应该撞到人。根据交通部统计，去年有366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虽然比前1年降低，不过过路人被撞的事件依然常常听到，要加速摆脱行人地价，决定搁重罚。有个吓阻的作用，让不小心的人呢，因为不小心付出代价。那我觉得是蛮乐观其成，可以有一点对那个骑士或者是开车主这样有一点警示的效果。有教训办教练建议台湾考照制度严格同步调整，那就包含落实行车检查这安全观念。另外，道路设计也要全面检讨。台湾的目前道路设计的非常的混乱，路中行穿线其实有些时候它的设计不是很正确，所以当你在开车过去的时候，其实连我自己在执行教育的过程中，有些时候也难免会疏忽。行人是不是也要相对的提高这个罚则，如此才能够真正让所有的国人警惕。不过，修法引起职业驾驶强烈反弹，因为事故的原因真多，也可能是过路人无遵守规则。或者应该公布提悬过路人违规在法的金额，才符合比例原则。那交通部无采纳建言，职业驾驶也无排除要上街路进行表达诉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讲到这考驾照呢，即摆为着要来减少台湾新手考驾照发生危险的比例，立委林月琴也有教训班的教练是来呼吁交通部爱调整国内的考照的制度，增加笔试甲路考的困难度，也来确保新手驾驶的应变能力。台湾每当拢有将近100位的驾驶新手死亡，加做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拜是立委和驾训人员针对台湾考照的问题提出建议，因认为台湾考照的笔试内容太过简单，致使真侪学生拢题目背背就去考试，加上台湾的路考并无确实考虑到现实的层面，亲像开高速公路、就高山等等的部分，学生拢无练习就直接就路。我们很多学生其实会看到他是考前1-2天刷线上题库，然后就过了。这样的笔试测验，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是有鉴别度的。经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整个先进国家其实也都在做改良了，但是台湾在这个交通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却是将近30年没有在做任何的修正。针对驾训人员的建议，交通部是回应讲，目前已经有针对笔试的题目做调整，将原本的600题题库增加到1600题。交通部嘛表示，未来会思考要安怎提升路考的难度。其实我们就已经大幅增加我们的笔试题库哦。从原本的600多题增加到1600多题，那我也有提出说，那我们增加了那些防御驾驶啊那些实用的题目之外，那我们也加入一些情境的题哦。对这项回应，立委和驾训人员表示无法度认同，因认为交通部若干那针对笔试的题目做调整，并无法度真正改善台湾考照的困境。建议交通部爱思考的是，安怎加强道路考试的模拟，让学生会当在任何驾驶的环境，拢会当有应变的能力，减少新手就路的危险发生。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继续来看，这行政院呢提出总预算案甲财委法2个复议案，结果呢立法院会因为拿病赢这人数是有较侪，所以2案拢甲否决。民进党是宣布3月15开始会下乡来宣讲，第一波是有8场，要甲民众来解说这总预算案安尼舞落去，到底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风声这倒影台也会到位。
行政院提出的总预算案再违反2个复议案，不过拿白联手伫立法院会好决。民进党13宣布为15开始展开人民是头家政策宣讲会，头一届是8场，要向人民说明总预算案互人煽动的影响。秘书长林佑昌阁透露，行政院长杜英台逐场拢会到位，总统赖清德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向各县市党部下动员令，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而总预算就是国家进步所需要的燃料，把预算砍掉，国家怎么加大投资，怎么促进社会经济更大规模的一个进步还有发展。我们已经善尽身为公务员和政务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下一步该如何继续做宪政救济，乃至于任何能够改变现状的努力，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向前进。林佑昌讲，立法院表决会使输，不过守护台湾民主体制的战役未使输。面对民进党下乡宣讲，民众党23嘛启动人民爱当家做主的宣讲，拨乱改正，第一站要为新北出发，再个扩大到全国，欢迎各方意见领袖来响应。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下午会从新北的板桥出发，强力打击民进党政府所散布的假讯息。更重要的是，全力究责民进党政府的贪腐浪费。在第2阶段开跑的时候，行政部门要跳在第一线，难道就是要告诉人民，当不是民进党过半的时候，民进党就会出来再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吗？那是国民党是不是原来安排宣讲反制民进党？安明凯表示，党部会有相关的安排，伊家己是伫选区一直伫宣讲，让民众看清楚即卖政府扮演的角色。总预算案在违法的复议案，互人反决了后，是不是提实现？行政院无甲话讲好确定，不过调也已经开动宣讲的攻防。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总预算案在复议案即卖已经互人好决，国家人权委员会是表示讲，因的预算呢是互人抬96%外，这是严重影响到人权工课的推行。今年度针对这弱势族群的计划也对咧停办，因是讲会透过监察院做伙提出释宪，照庭事来争取权益。高达96.93%的预算全部都被删减。提出手办说明，讲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预算，互人体检要97%，会直接对人权议题研究、调查人权侵害等等业务造成影响。国家人权委员会记咧，今年度针对心理社会障碍者、家属移工、校园暴力这块弱势族群的计划，拢需要停办。114年多项的跟民间团体共同关切的这个工作计划必须停办。包括心理社会障碍者工作就业的工作权的监督计划，促进家事移工劳动权的计划，校园师对生暴力处理的机制的计划。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关系，我们已经落后世界潮流有数十年了。那现在正是一个关键的时候，应该要更积极的向前。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预算，互人大幅度抬减，也引起国际组织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论坛 APF 大部分关注。后有爱确保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财政独立性。记者会现场也有民间团体讲，后有推动人权议题的工作，脚步唔通停落来。呼吁的对象就是立法院，第一个要尽速的提出补救措施。要确保国家人权委员会能够有效的运作，而且要维持独立性。政府提供的这个经费一定要足够，才能够让所有的工作一直持续的推展，维持人权工作。不管是任何一个党，都不要影响我们的独立工作。针对预算和立法院大幅度抬减，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未就会透过监察院做伙提出释宪，希望透过合法的程序，确保人权工作继续推展。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公平交易委员会代理主委今仔日接受质询，除了最近2大外送平台的合并案受到关注以外，这公平会人事案也正做是质询的焦点。现在是代理主委嘛，那理论就是我做的工作就是主委做的工作。公平交易委员会副主委陈志明13第一摆用代理主委的身份参加立法院经委会接受质询，那日双方先锁定公平会人事案。而你会顺利通过，是因为有党团他觉得你很有担当，
你坦诚这件事情属实，那么也表示自己当时有提醒有违规之余。那现在你身为公平会的代理主委的时候，你针对这件案子，你觉得有没有要重新调查的一个必要？他的认知也许跟我不一样，所以到最后多数决就通过。有4个公平会委员伫今年1月31任期届满，不过迄时阵引起争议的是2021年全年超市并购大润发。政经公平会委员洪在龙要求全联按每年捐3亿赞助体育甲技艺活动，做到这期，牵涉违反不当连结禁止行为。政主委李美也公布做到封杀。立法院针对人事案投票表决，结果2人拢无通过。不过即马原本有定的7席主委只剩5席，立法也这期会有其他问题。万一中间有遇到委员必须要利益回避的案件的时候，会不会有产生人数不足导致没有办法开会？那要怎么做就会受到影响？会就开不成了，会就开不成了嘛？对，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就是依照现有制度来运作嘛。那当然，在对会务的运作会有一些影响啦。不过，每个委员大概就是多帮忙。针对全年有调解并购案，公平会强调已经经过委员多数决同意，即马也未过重新调查。另外，最近引起关注的2大外送平台并购案是无通过结果，后续是继续关注 Uber 卖Foodpanda母公司的股权是不是另外造成市场其他影响，维护消费者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北环状线因为去年403的大地震呢，真侪大拢受到损害。监察院公布这调查报告，讲对施工设计甚至到建造拢有欠点，所以也来纠正台北市府。原来台北市这份表示来回应讲，其实环状线的施工呢，是有照契约甲工程的相关规定，这资料嘛拢查得到。去年0403地震，新北这份环状线发生损坏灾情。监会指出，为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到建造单位等，拢有无共款程度的缺失。其中施工单位中华工程无按图施工，将吊布帮线穿，最后互插销跳脱。台北这份又成为工程主办机关无尽到施工监督甲旅游管理的责任。显出了以后呢，就等于差不多可以说是只有这根螺丝在受力，它就很容易松动，飘飘飘飘，摇摇晃晃就跑了，整个螺丝就飞出去了。它为什么要给它穿到显出呢？就是便宜行事。双北的捷运局那也有很多地方值得要检讨。好，那我们就特别纠正了台北市政府。针对建议纠正，台北市这份局回应，环状线第一期施工，市府这份局甲工程处拢照契约甲工程会相关规定，落实品管相关的作业，各有资料严查。新北这份环状线被地震损坏，新北市政府向中港求偿19.27亿，侯友宜也透露求偿上新的进度。我们已经委任我们的律师团，那律师团准备诉讼的程序，大概已经准备就近了，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提出诉讼。台北市这份局表示，后续会甲新北市斗阵向中华工程提起诉讼赔偿，目前进行相关程序当中，按算3月底会提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来看，最近的病院急诊大塞车，也有护理师离职的问题，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卫福部进前捌讲过，全台湾400多间病院呢，因的护理师平均的薪水是有7万多块。这款言论是引起基层的反弹。在野党认为这数字是有出入的。也那区泰元今仔日是出面来回答的，表示未来会写好清楚。最近各病院爆发急诊塞车的问题，加护理师离职潮。卫福部顶日公布全台400多间病院护理人员平均薪水，以台大病院为例，年资1到5年，公职专科护理师平均月级会达到7万多块，引起基层护理师强烈的反弹。在野党立委13日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也批评，卫福部的薪水调查严重失真。你放这张表，但是晚上在这些机关里面上班的人，并没有人说他们有拿到这样子的薪资啊。你们提供的资料刚好包含大量的加班费，好，加班费跟津贴的数据，其实正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工作是超时的结果，才能得到这样的薪资了。如果大家的薪水还是低，我觉得我很难过，
愿意来努力。那数据的呈现让大家产生误解，这个我当然是可以跟大家抱歉。柯泰源表示，这份薪水数据是请各病院将护理人员的经常性薪水、甲非经常性薪水，包括奖金、年终等，全部加总算出来的数目。未来会写清楚，以免增加误解。卫福部拜三下昼甲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定期协商会议，会后决议将制定护理师跨科资源指引，想要到个引起基层护理师的怒火，拒绝跨科资源调动。他当然也是会根据，也会尊重护理的专业跟各病房的一个科别嘛。柯泰源强调，指引内容也无时间看，过去经验都是由病院做适当的调配，袂互护理人员承受无必要的压力。也真感谢工会为基层声音提出解决医疗问题策略，佮找出可行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照即摆法规来看，这新起的大楼呢，拢有规定爱留充电的空间。有立委就来呼吁讲，伫消防设备也无完整的配套应变进前，无应该来强制社区先留充电的设备。内政部是表示讲，会伫3个月到6个月以内来完成相关法规的检讨甲修正。政府大力推动净零碳排，即马国内电动车使用量一直增加，毋过车主所发现充电条啊是真歹找。虽然内政部伫2019年修订建筑技术规定，并定新建筑物爱预留电动车充电设备空间，毋过因为安全，民众依然有疑虑。一旦是充电车发生状况、火警的状况，其实那个要扑灭，光是用水的量可能就是一般油车的好几10倍。同时，它如果又在地下室，救灾更难。我们希望在那个3到6个月之内，我们把相关的法规做一次检讨，然后因为有一些是涉及技术研议，因为包括说排烟设备的装置。那排烟设备的装置其实需要一些相关的实验，才能够确认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达到最佳的安全。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呼吁伫无完备的应变能力、安全法规进前，不应该强推伫新建筑物设充电条啊。国民党立委张志伦是质疑，目前社区无强制要求配锂电池专用的拍火设施，只挖库自动压水设备是不是有够？锂电池火灾一定是靠大量的水来达成灭火的目的。有需要说以后要请这些社区配置专用的锂电池灭火器或灭火毯吗？这个我们再来检讨，看后续的一个状况，看什么样的处理。对于充电条的申请，台电也表示，用户若提出管委会同意书到台电来申请，平常时2礼拜等于完成。不过主要问题是第一，管委会是不是同意；第二，装置的设备是不是符合规范。对旧大楼的充电条设置，目前使用指引交由县市政府来处理。不过对部分社区禁止电动车停伫地下室的情形，内政部表示，修法的时阵也优先考虑安全性甲车主的责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看，这罗西亚总统普丁3月12日是穿军装头一摆出现伫库斯克地区。这普丁甚至讲未来呢会解放这个地区。也那美国总统 Trump 伊是表示讲，即马美国官员是登咧去罗西亚来讨论这陆乌停战30天的协议。也毋过，其实专家是来分析讲，伫约袂当保证这个战争结束的情形之下，罗西亚可能提出更较侪要求。穿几束的迷彩军装，伫陆军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的带动之下，罗西亚总统普丁拜访位伫库斯克地区的军事总部。这是去年8月乌克兰对这个所在发动攻击以来，普丁头一摆访问这个甲乌克兰连接的罗西亚领土。格拉西莫夫讲，已经为乌军手中夺回86趴方占领的区域，也伫最近的推进中掠到430名乌克兰的士兵。普丁表示，应该将掠到的乌军士兵看作是恐怖分子。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олжны относиться как к террориста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зако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чень рассчитываю на то, что все стоящие перед нашим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боевые задачи буду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исполнены. И территория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будет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вобождена.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目前现阶段为陆克领土全面撤退讲法，强调在上困难的情况，首要任务是拯救乌克兰士兵的性命。
经过3年外战争，美国官员拜日提出32天火协议，不过普廷并无提起和平计划。美国总统川普12日伫北京利用接见爱尔兰总理马丁的机会表示，美国官员当前往罗西亚讨论停战协议甲和平谈判方式。And we just were able to get Ukraine to agree, so we're going to know very soon. I've gotten some positive messages, but a positive message means nothing. This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This is a situation that could lead to World War III, and Biden should have never let it happen. 川普也佮讲到，美国可能对罗西亚经济施压，就算是伊无想要安尼做，也毋过为着实现和平，才会当安尼做。专家分析，伫战争并无保证结束的前提之下，前线方固定伫目前的位置，可能使控制区永久化，电到变相帮助罗西亚提出更较侪要求。No reason to think that Russia would sign up to an agreement to ceasefire, even if they had no intention of ceasing firing, at a time when Moscow might think it's pressing home a military advantage. So for the time being, Russia can sit back and wait. Everybody is saying the ball is in Putin's court. That also means that Russia has the initiative. 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已经启动新一波的征兵行动，鼓励18至24岁少年人参军1年，提出会当领$24,000超过代表79万的薪水，也会当另外得到真悬的奖金加贷款参租金补贴，而且合约结束了后，也会当有12个月免抵方动员的特权。公司新闻，戴维宁编译。再来看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呢，以3月11日发生武装分子来攻击铁路，甚至佮扣押一台火车的事件。落尾安全部队是有成功甲这个33个武装分子甲打死，结果呢结束这个持续1天对射的这个局势。也毋过其实伫这摆的这个事件当中，也是有21个日子，也佮有4个部队人员来遇害。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सर्वाइव किया है हमें खाने के लिए कुछ नहीं था पानी भी मांग के पीना पड़ता था 被救乘客上去被劫持的时阵，有冤者惊吓。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当地时间11早起，一个加法特快列车为奎达出发，要开向西北部都市博夏湾时阵，和当地分离主义武装团体俾路支解放军 BLA 的攻击。जो थे आर्मी वाले वो उनका आईडी कार्ड देख के ना जो आर्मी वाले थे उनको साइड पे लेके जाके उनको गोलियां मारी उन्होंने मार के फिर बैठे रहे फिर पंजाबी जो थे उनको अलग कर दिया बलोचों को अलग कर दिया सराकी को जो थे वो उनको भी अलग कर दिया सबको अलग करके फिर बिठा दिया BLA 摄取影片看到因炸掉铁轨路，甲火车顶端安全人员交战，了后就劫持火车，搁伫下晡将列车强行停伫中途地表河磅坑，将车顶超过450个乘客当作人质，搁危险若政府无伫48点钟内释放遭到拘禁的俾路支政治犯甲活动人士，来强化火车顶端人质，就要炸掉火车，搁处决村的人质。巴基斯坦军方出动数百士兵，佮部署空军甲特种部队打击武装分子，最后成功打死33个武装分子。अल्लाह ताला का शुक्र अदा करते हैं कि ऑपरेशन जो बलूचिस्तान में चल रहा था वो अपने मंतकी अंजाम को पहुंचा और इसमें 33 जो दहशतगर्द हैं ये जो 21 लोग शहीद हुए ये ऑपरेशन से पहले हुए और फिर 4 FC के जवान शहीद हुए ऑपरेशन से पहले BLA 是俾路支省甲政府军交战的几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当中规模上大一个。这几个月武装分子加强活动，用新策略造成大量伤亡。各种目标标准巴基斯坦军队、巴基斯坦内政部就说要拍败 BLA 破坏国家稳定的阴谋。公司新闻电视新编译。再来看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是要求所有网络的供应商伫3月13之前，要来封锁中国抖音的海外版本，也就是 TikTok， 变作是欧洲第一个封锁 TikTok 的国家。也毋过，其实因国内反对党呢是强调讲，即卖呢竞选活动拢是靠 TikTok，5月就要来选举啊，所以这禁令实施的时间呢是互人真怀疑。也若官方是认为讲，这个禁令就是因为进前有一个14岁的少年人，甲同学伫 TikTok 冤家，结果煞互人杀死，即卖为着安全才会安尼做。
伫阿尔巴尼亚中国地影音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至少12个月免过用路。这个应用程式伫这个巴尔干国家差不多150万的用户。禁令原因是去年底一个青少年互动区刺杀身亡，2人捌伫 TikTok 冤家。政府指控 TikTok 煽动暴力甲欺凌，尤其伫囡仔阶段年龄层的情形更较严重。政府甲差不多6.5万个家长开1300摆会议。学校校长表示，大部分家長攏支持這項禁令。Në momentin që ata janë bërë media për mbylljen e TikTokut, unë duhet të them që në masë mbi 90% e prindërve kanë qenë shumë dakord për këtë masë që është marrë. TikTok has always been a medium for us to really just express ourselves, but inherently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even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 阿尔巴尼亚是第一个完全封锁 TikTok 的歐洲國家，不過可能刷去到其他國家對咧做。根據當地媒體報道，主管機關已經下令所網絡服務供應商封鎖這應用程式敦促，佮提出書面報告。Problemeve që kanë ata lidhur me mungesën e interesit për të mësuar, mungesën e motivimit për masa qeverisëse, shumë të gjëra, shumë të thella dhe masa e tillë e mbylljes së TikTokut duket si një。不過，反對黨支持頒布禁令的時機點無法度接受關 TikTok， 因為5月就要國會選舉，因攏使用 TikTok 舉行競選活動。最近也確實伫選舉無效的混亂當中，有專家認為是 TikTok 嘅幫助繼續嘅候選人喺去年投票當中勝利，不過最後反而宣布當選無效。反對黨已經號召民眾15日全國發動示威，反對 TikTok 禁令。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再來看這中油第3天然氣接收站，伫3月底就要開始試營運，也毋過在地居民攏真不滿，這中油呢無詳細的規劃，就連事先嘛無先溝通。中油阿爸，中油阿爸，還我大海，還我大海。漁船頂北北部條仔漁民大聲喊口號，桃園新湖區永安漁民13條開記者會，抗議三隻工程除了造成漁民瓦殼衛生的海域作業區變細，佮加上海草礁生態破壞，漁民掠無魚。年漁獲量為2017年的40幾萬噸，到今年只剩無到1/3。中油是流落呀，從阿爸不管我們漁民的死活，俺掠到5敏感。50升吧，就估計這個工程期間防波堤的照明設施也沒有做得很好啊，漁民呢要出海就冒着危險的路程在作業。中油3隻3月底就要開始試營運，在地漁民不滿。中油佇海上為真濟航道警戒區，也毋過無做好規劃溝通的進行。針對外推方案影響漁民作業的措施，甲安怎補償等相關的代誌，攏以凊彩態度來迴避。包括原来的方案跟外推方案的補償金都給了漁會了。那這一次漁民的訴求，它是針對3節營運之後的一個補償，我們也持續跟協會來進行溝通當中。針對漁獲量減少，中油表示，因為氣候變遷、過度熱啊、生態地改變，也有外來種侵入。那桃園規個台灣近海漁業攏面臨同款的問題。另外，有關補償部分，也講到時間進程加時間期間的補償費用，攏已經予在地漁會營運了後的補償，也會比較相關法令規定，溝通協調了後辦理。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宜蘭東山的鄉公所最近公告，這公園廣場甚至是兒童遊樂場呢，這個公共場所，汽機車甲腳踏車攏袂使停，而且明仔載就會開始處罰。機車、腳踏車規排停佇東山火車站前廣場，這個違停車已經予人訂看到單。鄉公所就來進行來張貼公告，也來希望所有的民眾可以將你的腳踏車或者汽機車放置在安全而且司法的一個地方。宜蘭縣東山鄉公所最近公告，轄區內的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也有依法設置提供公共遊樂的場所，禁止汽機車甲腳踏車違停。經過看到期了後，一定明仔載開始，會請警方針對違停的汽機車開罰，違停的腳踏車是依照廢棄物清理法清除。廣告的看板就掛佇東山火車站前廣場，因為當地是東山鄉違停上嚴重的所在。為咗民眾為了通勤方便，機車甲
甲卡拉车直接停伫广场内，就去坐火车，看起来真乱。民众对公所强烈执法，大部分拢认同。你整个一个公园，它变成停车场，脏乱无比。但是因为这里跟停车场其实没隔多人，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可接受。乡公所表示，希望民众会当甲家己的车停伫安全而且合法的所在，莫违停，影响到别人活动空间。啊，若无依法，会当罚1000字以上6000块以下的罚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青山地区的野生动物最近是定定出现伫台东市区，昨晚有民众是去翕到一只山羌仔，互龙洞狗加死。即马保育团体就来呼吁讲，爱加强管理。昨日台东市建龙里民众的监视器录到一只山丘仔，互狗仔落嚟咬，发出哀叫声音。13:24民众就发现这只山丘仔死亡。最近，台东市高连续发现青山地区的野生动物出现病例。台东林保分署甲台北河川局伫台东市美兰溪出海口营造的国土瞭望座林地，也监测到麝香鸟、野山羊甲野猪等罕见的野生动物。不过，保育人士烦恼，因出现伫白地虽然代表环境经营变好，不过也会互流浪的猫仔狗仔攻击，呼吁唔通搁饲流浪的猫仔狗仔。它动物的天性，它可能就会去追逐这一些野生动物。那其实要做的是要呼吁，爱爸爱妈们不要随意的喂养。因为动保法中禁止捕杀经过通知也是公告超过12日，无人认领、认养也是适当处置的流浪动物。台东县对流浪的猫仔狗仔收容只限有攻击性的猫仔狗仔，保证县府对流浪的猫仔狗仔管理，用了作业了后放回原地，禁止饲，只限定特定区域其他地点才会当看到。至少喂食地点除了要干净喂食以外，它也不要去影响到周边的住户这样。县府强调，也是无鼓励民众饲流浪的猫仔狗仔，不过若造成垃圾，也是以废弃物清理法处理。不过提醒民众，伫特定风景区来饲，相关会当罚5000至1万的罚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湾一寡卖便当的，也是自助餐的，是拢总有超过10000多间。其中卖上介好的，就是伫咧高雄。民众甚至是认为讲呢，这是比家己要煮的呢，要搁较省效。也拿台湾连锁家庭促进协会是认为讲，这便当店开遐尼侪间，嘛可能甲欠工有关系。食饭时间也未到，便当店的员工已经咧无用纸肉炒菜，每一道互民众会当拣的配菜早点准备好。怎么会特别想吃便当？因为比较省钱。会希望可以均衡一点，就是饭菜肉都有，这样比较健康。自己煮还要浪费水电瓦斯，这边煮很方便又省钱。有民众一礼拜5天的上班日，食3个到4个便当，也是自助餐，这状况嘛反映伫数字。财政部以及帮助业统计资料发现，去年度全台餐饮业以便当自助餐店增加率上高，年增率来到6.8%，已经超过1万间，销售的金额已经超过345亿。早顿店、面店，还有小食店等等的店家伫咧后壁，全台销售额前3名分别是高雄、台中、台北市。高雄会当讲是全台便当店的销售王。服务型的人力培养不易，因此呢，餐饮业者会把宝贵的人力资源留在餐饮品质的维护方面，而省去服务的流程。会开，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可是可不可以持续的下去，就是看后续自己的经营的方式跟口味的部分。业者认为食物件非常重要，创业选择餐饮无意外，竞争者真悬，也是真有信心。不过专家也提醒，原物料起价、店租的成本，加上外送平台增加等等因素，拢有可能让成本来增加。若是要徛稳着脚步，恐惊嘛要因应着市场的口味，随时来调整。公司新闻吴刘婷、柯正准个报道。高雄博物院为着把这传统的文物甲推广出去，所以甲东吴大学来签合作。未来东吴大学呢，逐学期上无会开3门课，包括着文物的欣赏、导览，也有实作等等，要互因的学生来拓展文化的新眼界。民众小客咧翕翠玉白菜，除了通人知翠玉白菜，高雄博物院阁有侪侪丰富的点状。今年是国立高雄博物院第100周年，为着要推动博物馆公共化，拜时国立高雄博物院和东吴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高雄博物院表示，东吴大学当年拢会开设华语文雅对学国际学生，进前拢有安排去到高雄参访，希望正式合作了后，通透过其他实作课程，帮助学生对台湾文化了解入深。
因为伊有迄个华语文的书籍的迄个海外的研习活动这两个活动来有法度结合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故宫的文物典藏甚至讲了解咱这个华语文的语文的知识，我想有真大的帮助。东吴大学表示，即届合作毋但会使替文化教育拍基础、拍好在，透过和故宫多元的交流，增加课程的广度，促进故宫和学生伫国内外的视野。故宫有这么悠久的历史，那么文化底蕴那么雄厚，对我们做文化创新应该真有帮助。所以，我们会够加强伊个课程的宽度，增加更多课程，还有增加深度。东吴大学表示，对后学年开始，医科大学期会开设3门至5门课程，包括实际导览课程，还有文物欣赏等等。到时阵会邀请故宫的研究员到学校上课交流，课程全校拢会使选修。希望台湾学生和国际生伫学校上完课，会使实际走入附近的故宫博物院，深入了解，进一步运用学生的力量，做伙把传统文物和文化推向在地，也推向国际。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要那下晡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26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27度，外岛地区13度到26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公司台语台拜六暗时11点来看暗光照电影院。你敢知影？阮老爸迄个时阵，如果是惊到。初八